交通部今年开始呢，要来实行驾照管理3项策略的这个政策。民间团体是表示真肯定，也毋过希望讲会当进一步来要求这考驾照的路线呢，应该得要实际的人甲车的这个互动，袂当是干那背这法规尔，而且教训的教材应该得爱统一。 去年有不少守法的过路人和车动的车祸事故，引起大众对行人地价的不满，甲对驾驶安全意识教训制度的讨论，嘛带动交通部推动驾照管理3策略。找到真侪民团嘛针对教训的改革，向交通部提出5大诉求，要求考驾照的路线要有真实的人车互动，考驾照嘛袂当干那背法规，要建立统一的教训教材，嘛要求全民不分年岁定期，搁在训练等等。按现行考训路线多由驾训班自选。 整段路可能甚至连一个行人都碰不到，像是我当初的那个路线，就是一个行人都不会有哈。好，我们强烈要求考训必须纳入市区商业道路，让驾驶在学习阶段就在教练指导下练习如何停让行人、转弯注意行人等等。 民团指出，各地教训班甲考驾照的制度有真侪无照期间，比如教练无专程伫咧车内教学员，上课时数无够，各通考驾照等等，批评这款教训品质是道路安全的威胁，要求交通部着要严格稽查。另外，民团提出该以车速分流，按那针对特定的驾驶也是慢性病患者，上路安全的部分嘛需要建立暂停上路经过医疗评估，重新教训这趟搁再驾驶的机制。过去一再呼吁让机车跟其他汽车一样走在正常的车道上。 那这不仅是让机车符合跟汽车相近的行驶速度，就是符合机车的这个特性，然后也可以把真正的慢车道还给自行车或是2轮电动车这种慢车来使用。像韩国哈，我们有看到说有这种驾驶赋能的一个中心哈，那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评估跟筛检，那之后还可以针对这些有可能还可以继续上路的人，去提供一些辅导培训。 好，然后还有一个再评估。交通部今年开始分阶段实行驾照管理3策略，包括加强严格考照、强化违规非分矫正、甲个人换照。民团多数肯定交通部愿意改革，不过因阁较希望对源头驾驶训练的阶段，都应该严格建立安全意识甲驾驶文化，莫阁用人命来换改革，保障用路人的安全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